我是中国人，我支持东土耳其斯坦独立。在1949年，东土耳其斯坦是独立的，但是1949年共产党就把它侵占了。在1955年，共产党把东土耳其改成了新疆的名字。新疆遗址，新土壤，新的国家。但是现在我支持东土耳其斯坦独立，打败共产党，东土耳其万岁！